歐洲閣再面臨着熱流、高溫可化，致使真濟國家因水去核電廠的德羅河，這水位嘛是直直降低。羅馬尼亞就宣布講，要互國內唯一的核電廠全面停機。因為匈牙利這邊嘛是趕緊的時間，把水位經好調，通好維持核電廠的運作。羅馬尼亞國營核電公司8月13宣布，因為冷卻核電廠的德羅河水位降到歷史新低，羅馬尼亞開始予國內唯一的核電廠全面停機，造成這個國家5分之1電力虧欠。核電公司7月已經關切納福達核電廠1號反應爐，2號反應爐也是這個國家最後一座咧運作的反應爐。在真濟項緊急搶救措施攏無效了後，8月13正式停機。這嘛是這個電廠2003年大可化以來頭一屆停機。廠方表示，尚無未來10天以來無可能停開，必須愛看德羅河水位回升的狀況才來調整。羅馬尼亞宣布8月全國進入能源緊急狀態。專家認為，全球氣候暖化，未來無論倒一種能源供應，攏有可能面對氣候變遷的威脅。政府必須愛量早準備。So there's a lot more planning that might need to be involved now, regardless of the power source. You know, there's not one power source that's immune from this. Each of them have different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 and so governments getting ahead of that will be really important. 原來匈牙利境內的帕克斯核電廠嘛，因為德羅河水位創新低，8月初捌因為可化，面對建廠44天來頭一屆完全停機的命運。目前這個當勉強維持25%價電力的輸出，為了避免像羅馬尼亞同款，匈牙利政府已經下令實施緊急工程，包括在德羅河起造河床堰，用人為的方式把水位壓懸，而且調2隻80公尺長的大船在現場台面，隨時準備要沉船來阻擋河水的流失，把最後的冷卻水保護。核能專家強調，核電廠靠河水降溫的模式已經面臨考驗。In my view,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message what the nature sent to us. In my view, a new evaluation of the cooling methods available on the site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若是德羅河，歐洲主要的河川包括萊茵河、泰晤士河、龍河、甲波河，水位攏繼續咧下降。另外，歐洲當咧面對今年熱浪第5波的效應，英國倫敦西部13高溫超過38度，創今年新高。其他包括法國、西班牙、意大利，還有巴爾幹半島，高溫攏要到40度。歐洲目前是全球升溫上界緊的大陸，這波連續高溫已經對全歐洲超過3.4億的人口，差不多是約6成的歐洲居民，造成極端燒熱的實際影響。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